呢個係一個簡短嘅介紹糖尿病前期嘅一啲健康飲食指導，以及你可以喺飲食方面做出啲乜嘢嘅實際改變，以達到更好嘅血糖控制同埋降低健康風險。如果你仲未睇之前嘅糖尿病前期簡介影片，請先觀看呢個影片先，以了解更多有關糖尿病前期嘅資訊。如果你有更多問題或者需要更有針對性嘅協助，請聯絡你嘅 GP 醫生、營養師、護士或者係相關嘅醫療保健人員。冇一個飲食計劃係你一定要跟隨嘅，但係我哋嘗試以均衡嘅健康飲食為目標，多食水果、蔬菜、全穀物嘅食物同埋瘦肉等等。呢啲嘅食物都有助保持我哋身體嘅健康。研究顯示，水果同埋蔬菜嘅總攝取量，仲有全穀物、適量嘅芝士同埋乳酪，仲有冇加糖嘅茶同埋咖啡等嘅食物都有助降低健康風險。我哋建議你可以減少攝取含糖嘅飲品，減少食薯片，減少紅肉，例如係牛肉、羊肉、鴨肉，同埋減少加工嘅肉類，例如係火腿同埋香腸。仲有減少精製嘅碳水化合物，例如係高糖分嘅零食、白麵包、餅乾等等，因為呢啲嘅食物都會增加我哋嘅健康風險。避免跳餐，例如係唔食早餐、午餐或者晚餐，並且嘗試喺3餐正餐分散喺一天之中去食，咁樣有助控制你嘅食慾啦，同埋血糖水平。咁樣嘅飲食方式係會因人而異，應該根據返每個人嘅日常作息去調節，等自己全天都有足夠嘅營養，並且避免喺短時間裡面攝取大量嘅碳水化合物。有時候，如果你嘅工作環境導致你長時間無法進食嘅話，建議你喺長時間嘅空檔之間食啲健康嘅小食，以減少後來過度進食嘅問題。喺運動之前進食正餐或者係健康零食，亦都係可取嘅做法。呢個有助於進食之後嘅血糖管理。碳水化合物係我哋主要嘅能量來源。我哋嘅身體最有效係利用碳水化合物作為燃料，佢亦都係我哋飲食中一系列營養素嘅主要來源。你進食同埋飲用嘅所有碳水化合物都會分解成為血糖。只要攝取適當嘅碳水化合物種類同埋適合嘅份量，有助控制你嘅血糖水平同埋糖尿病前期。含糖碳水化合物嘅例子包括餅乾、糖果、朱古力、蛋糕、果汁、含糖飲品、全糖汽水等。呢啲嘅食物中嘅糖分喺進食之後好快就會被血液吸收，使到血糖升高。因此，如果我哋大量或者係經常進食呢啲嘅食物，就會好難控制你嘅糖尿病前期啦。澱粉質碳水化合物嘅例子包括麵包、粉麵、飯、餅乾、薯仔、意大利粉同埋早餐麥片。比較起含糖碳水化合物，澱粉質碳水化合物係冇咁快俾血液吸收，但係如果攝取過量，亦都會令到血糖升高，咁就更難控制你嘅血糖前期啦。如果你經常大量嘅攝取呢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不妨考慮減少進食嘅份量，例如係喺用餐嘅時候用細啲嘅碗或者係細啲嘅碟進食啦，或者係將要煮嘅麵餅份量減半啦，或者係喺粥裡面加入更多嘅水分啦，又或者係將你平時食嘅餅乾份量減半。另一點需要考慮嘅唔單止係份量，仲有係你選擇嘅碳水化合物類型。例如纖維較多嘅碳水化合物可以幫助控制血糖，因為碳水化合物嘅分解速度較慢，
而且含有較多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纖維較多嘅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可以包括係例如係揀全麥嘅麵包啦，或者係揀多穀米而唔係白米，或者係揀食糙米、紅米而唔係揀食茉莉香米，或者係揀食蕎麥麵而唔係揀烏冬同埋拉麵等等。如果你經常食麵包、餅乾、高糖分或者係高鹽分嘅零食，又或者係過量咁食乾果作為零食呢，請你可以考慮揾其他嘅代替品，例如係一隻手掌份量大嘅原味果仁，一份新鮮嘅水果，幾湯羹嘅高蛋白質乳酪，一杯煮熟咗嘅毛豆，1至2隻烚蛋，或者係牛油果配2片餅乾、蘋果同埋花生醬等等。呢啲呢都可以減少飲食中嘅糖分攝取，變成攝取更多嘅纖維同埋蛋白質啦。喺正餐之中加入適量嘅蛋白質，可以等你有更長時間嘅飽肚感，亦都可以幫助你更容易控制食物嘅分量。如果你平時喺正餐之中主要係攝取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呢，請你而家就嘗試喺正餐之中加入額外嘅蛋白質，例如係毛豆、豆腐等大豆製品、鱸魚或者係三文魚等魚類、去皮雞肉、雞蛋或者係果仁等等。因為你係唔需要喺正餐之中攝取咁多嘅碳水化合物㗎。好似之前所講，盡量限制紅肉同埋肥肉嘅分量，例如係豬肉、鴨肉、牛肉、羊肉等。如果你想食用呢啲嘅肉類，請盡可能切除較多肥肉嘅部分。你可以睇到圖中綠色箭嘴顯示出比紅肉更健康嘅其他選擇。如果可以嘅話，嘗試喺你嘅正餐之中加入至少1份至到2份嘅沙律或者係蔬菜，或者可以將你嘅蔬菜煮入喺主餐之中，或者作為配菜。水果係好好嘅小食，請選擇新鮮嘅水果，而唔係罐頭糖漿嘅水果或者係水果乾。另外，水果同埋蔬菜含有豐富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有助改善腸道嘅健康㗎。我哋而家就已經了解咗一啲有關預防糖尿病嘅健康飲食基本建議，而家就等我哋睇睇點樣可以將你嘅飲食變得更健康。我哋希望你可以使用其中嘅一啲例子，並且應用喺你自己嘅日常飲食之中。例如係早餐方面你可能淨係會食牛角包，但係而家你可以選擇食1至2片嘅全麥麵包，加2隻烚蛋，再加1份水果，或者係1細碗嘅燕麥配低脂牛奶同埋果仁，咁樣就能夠食到高蛋白質同埋高纖維嘅早餐啦。如果你目前一日係食4至5塊嘅消化餅乾嘅話，而家就可以減少為食2塊嘅消化餅乾，再加1杯低脂牛奶，加1份嘅水果，咁樣就可以增加食物嘅多樣化，等你食得更健康啦。至於飯菜方面如果你平時係用較大嘅碗嚟裝飯嘅話，你可以考慮轉用較細嘅碗嚟幫助管理你嘅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或者係唔好將你嘅碗裝太多嘅飯，可以改為裝少啲嘅飯。另外，選擇米嘅種類嘅時候，可以考慮使用多穀米，例如係糙米、紅米、五穀米等等。如果你嘅飲食主要係靠碳水化合物嘅攝取嘅話而家可以考慮喺正餐之中加入更多嘅蛋白質同埋蔬菜。以下係正餐食物嘅份量建議。
請使用一個直徑細過25厘米嘅碟，揀啱滿碟嘅大細，就會少啲機會放太多嘅食物喺碟裡面啦。我哋建議你每餐正餐係使用半隻碟嘅份量，係放蔬菜或者係沙律，大約係裝滿2隻手嘅份量。另外1/4隻碟係放蛋白質，大約係1隻手掌大嘅份量嘅瘦肉，或者係去皮雞肉，或者係魚。至於剩翻嘅1/4隻碟嘅份量先至係放碳水化合物，例如係飯、粉麵、薯仔、意大利粉等等，大概係1隻拳頭咁大嘅份量啫。如果你想食即食麵或者係粉麵，請嘗試將呢啲麵餅減半份量，又或者係選擇較幼嘅麵條嚟幫助減少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另外，請嘗試減少調味料湯包嘅份量，咁樣亦都可以幫助減少鹽分嘅攝取。另外，可以嘗試加入一啲三文魚、雞蛋、非油炸嘅豆腐，以及大量嘅蔬菜，好似係白菜、紅蘿蔔、青豆、菠菜等等跟粉麵一齊煮，咁你食嘅粉麵就會更健康啦。至於你選擇粉麵嘅種類，可以選擇碳水化合物較低嘅粉麵，例如係蕎麥麵等。餐廳同埋外賣食物往往含有豐富嘅脂肪、鹽同埋糖，而且有時份量亦都會較多，所以你需要考慮每星期外出用餐嘅次數，盡可能減少外出用餐同埋外賣嘅次數，每星期唔好超過1至2次。喺出外用餐嘅時候，請注意你嘅飽肚感，盡量唔好食得太多同埋太飽。你可以考慮同其他人分享一啲嘅份量。酒精方面，酒精係會影響多重身體機能，並且對血糖管理造成負面嘅影響。請嘗試每星期飲唔好超過14個單位嘅酒精量，並且盡量增加無酒精日，例如係每星期唔好飲多過6罐嘅啤酒，或者係唔好飲多過6至7杯嘅葡萄酒，或者係唔好飲多過14杯細杯嘅烈酒。我哋希望你喜歡呢段嘅影片，並且幫助你作出更健康嘅食物選擇。多謝。